六月過去，中山樓市嘅期中考成績出爐啦，全市住宅網簽1536套，環比5月嘅1896套跌咗19%啦。呢個數字話多唔多，話少唔少，但比起5月嘅熱鬧場面，6月明顯係靜咗唔少嘅。單純睇翻個數字呢，1536套雖然唔係太差，平均每日都有50套嘅成交額啊，但問題在於5月嘅1896套本身就唔算特別高，再喺呢個基礎上下滑19%，即係話市場嘅熱度冇持續落嚟啊。講完大圍嘅數據，我哋逐間睇下6月網簽前10嘅樓盤究竟有咩好，有咩唔好，大白話同你講清楚。6月銷售排名第10名嘅係東區嘅寶龍城，賣咗32套。優點方面呢，屋苑位置係喺旗江新城 CBD 東區經濟總部區啊。阿公重點打造嘅地段啦，隔離就係 K15 國際學校，中山第一間 K15 學校，馬路對面有地鐵站，預計28年就會通車㗎啦。屋苑後邊有一個51萬平方米嘅人才公園啊，日常嘅戶外運動非常就手。依家均價係12000嘅，比起周邊嘅屋苑咧要平2到5千蚊一平方啊。戶型方正，採光通風好。缺點方面，出門就係大馬路，肯定係好嘈。之前嘅交樓棟數有唔少嘅業主投訴交樓嘅質量差。目前周邊嘅配套仲未完全兌現嘅，冇商業配套，雖然規劃得非常之好，但係要等。排名第9嘅南朗錦繡海灣城，成交33套。優點中山數一數二嘅超級大盤啊！綠化率去到49%，環境真係正，戶型96到143平方都有，涵蓋咗3到4居啊。正南正北朝向，採光好，均價大概係1萬蚊一平方嘅，平啲嘅有8000蚊係毛坯嘅。海灣城位置係臨近珠海唐家灣，咁靠近海邊，規劃有深珠通道、跨海大橋啊。廣州18號地鐵線嘅南延長線。缺點用積率2.8，密度偏高，周邊就冇大型嘅商場嘅，買大件嘢咧就要去到好遠啦。醫療配套差，睇病就唔方便噶啦。位置係好偏僻，生活氣息係好冷清嘅。屋苑旁邊係輕軌，即係鐵路啊，日頭有列車經過，非常之嘈。第8名馬鞍島招商鎮灣府，成交38套，優點近深中通道出口。同對岸20分鐘車程嘅深圳價錢相差咗非常之大啊！招商真灣府目前嘅單價係12000起，大精裝嘅。咁一橋之隔嘅深圳首期都唔夠嘅預算，喺呢度就可以買到央企嘅精裝3房，戶型係79到119平方嘅 N+100變戶型，覆蓋咗3到4房，央企招商開發加埋自持嘅物業。出屋苑大門就係紅樹林濕地公園啦，樓間距最闊有350米啊！屋苑有雙陽光草坪，920米嘅跑道，1200平方嘅泳池。屋苑嘅裝修質素比較高，係馬鞍島基建人氣最高嘅屋苑啦。有5蚊雞嘅樓巴可以坐車到深圳嘅寶安同埋南山。缺點容積率3.0，密度係偏高嘅，多棟係2梯6伙。早高晚等電梯咧可能會有少少厭啦。樓間距係偏密嘅，咁低樓層嘅採光同埋私隱會受到影響。成個馬鞍島都係喺度大開發緊啊，周邊都係工地，咁粉塵同埋噪音係非常之難避免㗎啦。配套仲要至少等幾年先至可以成熟。第7名一樣係馬鞍島中興智慧城二喜府，成交咗39套。優點呢個盤嘅位置真係天花板啦。距離深中通道第一出口只有800米啊，落橋即到啊！同時係喺地鐵站香山站嘅對面，行路5分鐘就可以到啦。三面環水加埋三面環公園，景觀係一流嘅。自建咗10萬平方嘅意廣匯商業綜合體。萬豪喜來登酒店已經係簽咗約啦，戶型從88到200幾平方都有啊，標配咗6.3米到7.2米嘅超大露台，
裝修嘅標準非常之高，目前已經有餐廳、麥當勞、七仔等等商業配套已經係開始營業啦。缺點咧係馬鞍島整體都係喺度開發緊嘅，周邊工地多，同啱先嘅招商係有一定嘅相同之處。咁居住嘅氛圍係唔夠成熟嘅，日常嘅煙火氣唔夠啦，同埋呢個屋苑嘅密度非常之高，樓間距係好窄嘅，大部分嘅低樓層嘅採光視野咧肯定會受到阻擋。第六名，坦洲嘅日進半島成交有50套。優點，日進半島位於坦洲南部嘅，距離珠海非常之近，挨住珠海市嘅只有珠海嘅一半價錢啊，均價1萬蚊一平方，比周邊嘅3公里均價13500要低26%啊，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啦。周邊3公里有14個大型嘅商場啊，屋苑嘅環境優美，戶型嘅評分達到咗9.3分，綠化率有35%嘅。缺點方面，車位係比較緊張，呢個屋苑容積率達到咗3.5，密度係偏高嘅，咁樓間距非常之窄啦。第5名，石岐嘅江山和明成交咗55套。優點，呢個盤係今次榜單含金量最高嘅一個啦。咁位置係喺石岐嘅總部經濟區，屬於旗江新城核心嘅起步區啦。容積率2.0，綠化率35%啦。喺石岐總部咁旺嘅地段做到咁低嘅密度呢，真係比較難得嘅。咁承建出地啦，6成負責施工同埋設計，一個係本地嘅國企龍頭，另外一個係豪宅專家，兩個強聯合啦。戶型119到221平方，係屬於純改善戶型嘅，最低嘅119平方都係獨門獨梯獨戶噶啦，使用率高達145%啦，即係話買100平方就可以用到145平方，呢個真係非常之高嘅得房率噶啦。咁配有會所啦、恆溫泳池啦、健身房啦、書院啦呢啲私會廳嘅等等配套啦。5月開盤嗰陣，1個鐘就賣超過咗100套啦，銷售額突破3個億啊！缺點貴，呢個盤唔係普通人買得起嘅，咁屬於係改善型嘅買家啦。圈層嘅層水，但係門檻非常之高，樓盤嘅評分高達9.4分，但價錢一樣都係高。55套嘅網簽量同埋開盤嗰個陣勢比呢係回落咗比較明顯嘅。咁如果你預算係有限嘅，呢個盤都係得個睇嘅啫，而且樓盤係定位係非常之高端，未來嘅二手市場流動性可能唔一定係比較好，因為太貴啦，唔容易揾到買家。排名第4嘅三鄉華發觀山水成交咗63套。優點，呢個盤最大嘅賣點真係平啦，均價6500蚊一平方，係成個榜單最平嘅屋苑，亦都係中山目前大裝修最平嘅一個樓盤啦。綠化率去到咗58%啊，接近60成嘅綠化率啦，真係住喺公園入邊。容積率只有2.09，非常之低嘅密度。戶型嘅評分達到咗9.2啦，格局係方正全明通透啊，有85平方到119平方，最細都係3房。華發集團開發，品牌有保證，物業公司都係華發自己嘅物業公司。屋苑環境好，密度低。缺點呢就係位置偏，地段差啦，呢個係佢最大一個硬傷啊。周邊發展同埋配套真心落後，距離大型嘅商場同埋醫院係比較遠嘅，身體檢查、日常購物呢啲配套係好薄弱啦。雖然價錢平，但係如果你係要靠公共交通出行嘅，日常嘅生活就比較麻煩。後山有大型嘅電視塔啦、先人墓地、養豬場等等，交通唔方便係呢個盤最大一個問題。平歸平，出入麻煩呢，你就要諗清楚啦。第3名，坦洲錦繡國際花城成交66套。優點，坦洲嘅長跑選手一直以嚟都係珠海、澳門、香港客嘅首選。項目由敏捷地產開發，係一個超級大型嘅社區啦，佔地面積達到咗1200畝。屋苑有一個300畝嘅人工湖同埋7000平方嘅康體中心，環境真係一流噶啦。周邊配套成熟，距離黃雀假日廣場900米。
買餸去坦洲嘅興農農副產品批發市場都係2公里啫，價位係11000一平方，戶型方正，活動區域開闊，居住嘅舒適度係高。最新嘅5期產品得房率非常之高，達到咗110% 以上啊！缺點咧係樓盤太大啦，人多自然就會複雜啲。物業管理方面咧就比較一般嘅，同埋咧1年可能會有1到2次嘅水浸，有啲離譜。第二名東鳳嘅國創星匯花園成交95套，優點呢個盤係今次榜單最大嘅黑馬啦。東鳳一直都唔係中山樓市嘅焦點嘅，今次有個盤殺到全市第二咧，真係估佢都估唔到啊！用積率2.5，均價係8000蚊一平方嘅，物業公司係雅生活，物業嘅品質同埋口碑一直都唔算差。戶型方面係96平方嘅3房2衛，105平方嘅南北對流3房，格局係屬於實用嘅。缺點咧，位置喺105國道旁邊，雖然交通方便，但係靠近大馬路，噪音非常之大啊！咁樓盤嘅體量唔算大，一共先係632套嘅單位啫，屬於中型社區。配套方面冇大盤咁完善啦，同埋位置咧係遠離港珠澳大橋口岸啊，同埋中山客運港呢啲嘅地段啦。排名第一，西區華潤銀行公園4季啊，成交咗143套啊。優點呢個盤真係西區嘅一哥咁嘅款啊，單盤143套，差唔多包辦晒成個西區166套嘅成交業績㗎。位置喺西區嘅彩虹片區，周邊嘅配套真係冇得彈，交通配套亦都係評分滿分10分啊。教育啊、醫療啊、生活呢啲都係接近9.7分到10分㗎啦。買樓最關心嘅問題，基本喺呢度都搞掂得晒。醫院方面，中山市中醫院、西區醫院都係喺附近。中山中醫院仲要係頂級嘅3甲醫院資質啦，係中山唯二可以使用香港長者醫療券嘅醫院。商場有大少少嘅1+1彩虹里啦、喜客多超市呢啲等等，遠少少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天悅城啦。綠化呢就有36%，車位係1:1.7啊，唔使擔心翻屋企冇車位泊啦。戶型主打係90到119平方，方正實用，均價係12000左右嘅。華潤加埋銀行2個大品牌聯手，質量係有保證嘅。缺點方面，容積率達到咗3.04啊，密度係算比較高嘅。價錢方面，比周邊嘅二手房仲要貴2000蚊一平方啊！即係話你買呢個盤要比同區嘅二手房貴2到3000蚊一平方，物業費係2.9嘅，比周邊嘅屋苑咧都貴唔少嘅。最重要嘅係比較靠近高鐵軌道，有一定嘅噪音。講完10個盤，轉翻頭睇翻個市。第一，5月嘅基數本身有水分，5月中山嘅住宅市場呈現供應收縮、成交放量嘅格局。呢種放量某程度上係之前嘅積壓需求嘅集中釋放啊，唔可以當作常態。6月回落實屬正常。第二，政策嘅邊際效應喺度遞減。4月尾出台嘅新政頭1個月的確係刺激咗唔少成交，但係到咗6月咧，呢種刺激嘅作用開始減弱啦。購房補貼從2000蚊提高到咗10000蚊啊，公積金嘅貸款額度上限提高到咗192萬啊。呢啲措施對於有能力買樓嘅人嚟講咧係好事嘅，但係對於根本買唔起樓嘅群體嚟講咧，補貼再高其實都冇咩用。第三，市場嘅分化越嚟越明顯啦。坦洲、西區、東區3個區域夾埋都已經去到咗558套啦，佔全市嘅成交36%啊！大盤嘅大量呢種模式越嚟越明顯。華潤嘅公園4季呢一個盤單一盤就已經去到咗143套啦，佔咗成個西區嘅86%喎。有啲盤可以單月過百套嘅銷售額，但係有啲盤成個月可能都成交唔到一兩個單位添啊！第四，價格先係最犀利嘅武器啦。華發嘅官山水呢啲平價盤
相反，馬鞍島周邊均價全部都要萬幾到2萬蚊，兩個盤加埋先得77套。市場話俾我哋知，依家個市嘅硬道理就係要夠平啦。第五，改善型同埋剛需型嘅樓盤各走各路。盛建綠城、江山和明呢啲高端嘅改善盤，雖然貴，但係真係有人埋單喎。石岐總部嘅地段加埋綠城嘅產品力真係有吸引，但呢啲群體嘅數量係有限嘅，唔會好似剛需盤咁大量咁去走貨。6月1536套，環比下跌19%，呢個數實質就唔算係好災難，但係絕對稱唔上係理想啊！中山樓市正喺度經歷緊典型嘅結構性分化，核心區域同埋產業板塊仲有得做，外圍嘅街鎮就要繼續捱啦。以上就係6月中山樓市嘅戰報同埋一啲粗淺嘅觀察啦。今期嘅節目就分享到呢度，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嘅，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 訂閱 Tony 嘅頻道啦。咁各位街坊朋友仲想深入了解其他屋苑樓盤嘅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講低，Tony 會同大家分享最真實嘅屋苑情況，做到有一講一。拜拜。